邊個話澳門只有大三巴？呢個國慶通過嚟打卡超超嘅咖啡文創市集，呢一度就係由澳門工商聯會主辦嘅，位於福隆新街、新田巷三角地嘅全運風尚咖啡文創匯福隆市集。喺呢度你可以品嚐澳門特色手沖咖啡，帶走超有創意嘅文創好物，仲能夠喺百年老街美美出片，更有全運限定快樂，感受融合體育精神同澳門創意嘅獨家紀念。其實我哋咧希望可以俾遊客更加多地知道喺福隆新街，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好特色嘅店鋪，了解福隆新街嘅歷史啦、店鋪啦。呢一次市集唔單止有咖啡同文創，仲同永利合作推出《福隆尋寶記》黃飛鴻與13姨嘅清醒指南劇本殺，將福隆新街真實場景變成遊戲舞台，等大家一齊沉浸式體驗老街風情，快嚟一同踏入舊時嘅福隆新街啦！辛苦各位，今次福隆寶典靠晒大家啦！